運，支持全運，支持香港隊，支持香港隊。各位今次咧全運會咧對香港嚟講咧都係有歷史意義。啟德體育園就喺九龍中，係咪啊？咁我哋咧有好多嘅盛事，好多嘅體育賽事咧都會喺啟德體育園舉行，亦都咧係喺我哋區咧係舉行。舉行盛事自然會帶旺經濟，咁所以我參選嘅第一個未來工作嘅承諾就係，如果我得到大家支持咧，一定咧係會同大家一齊係繼續提升本港嘅競爭力，繼續咧係讓到香港嘅經濟咧持續增長。第二個工作重點咧就係要讓到我哋本地嘅勞工咧係就業優先。第三項未來嘅工作重點咧就係提振地區經濟。四項未來嘅工作重點咧就係完善交通配套。第五個工作重點咧就係提升醫療服務。第六個工作重點咧就係社區配套。舊區重建咧亦都係我哋重中之重。中產嘅壓力咧亦都係我哋必須關注，特別係置業難。咁所以我哋一直倡議咧係增建居屋。我建議咧係可以喺九龍中重推租置計劃作為我哋一個試點。我亦都關心青少年嘅教育，支持咧係香港打造成為國際高端人才聚集地。最後就係我哋必須要有一個關愛嘅社會，讓到佢哋喺社區係得到照顧。堅守初心，跨越挑戰，堅持4號李慧瓊。